地下鐵勒着她。今日係情人節，一對情侶就 book 咗枱去尖東食飯，佢哋約咗響大圍出發，不過兩個人就響出發前嗌起交上嚟。男朋友就話應該搭東鐵線紅磡站落車，女朋友就話應該搭屯馬線喺尖東站落車。兩個人爭拗咗好耐，之後決定去客務中心問職員。男朋友就好主動咁向職員詢問，女朋友就嬲爆爆咁企咗響佢旁邊。職員望咗佢哋一眼之後，就淡淡然咁回答佢哋：要去尖東呢？就東鐵線紅磡站快啲。如果仲想要女朋友嘅呢，就屯馬線尖東站啦。哈哈哈！其實讀 L 一個最開心，使乜你講？